大家好，以下是香港10大值得品嘗的火鍋店排行榜，由10到1。10. 滾德讚，位於天后電氣道80到86號成功樓地下絲號鋪連閣樓，人均消費200到400元。特色是椰子雞鍋底湯鮮料足，雞肉份量足且鮮嫩，白鱔肉質彈牙無骨。9. 三鍋，人均消費200到400元。有較多能唱歌的包廂，是冷門菜品愛好者的天堂。沙爹湯底味道濃厚，又不蓋過食材本味。8. 怡紅苑，位於中環雲咸街43到55號愉悅麗大廈地下 BC 號及1樓102到4號鋪，人均消費300到500元。裝修復古別致，位於蘭桂坊正中位置，氣氛熱烈。湯底可雙拼，胡椒豬骨及香菜皮蛋湯底很有特色，炸午餐肉外脆裡綿。7. 湯煲，位於上環永樂街1到3號世英大廈4樓401室，人均消費400到600元，是私房菜火鍋店，環境清幽，椰子雞湯底清新回甘，手切古牛軟嫩入口即化。6. 百利火鍋海鮮酒家，鎮店之寶海底狗肉鍋是冬菇之竹蘿蔔火腩斑腩鍋，能煮出奶白色鮮味湯底，建議搭配魚蝦蟹全餐。最後可來一碗足料魚湯泡飯。5. 牛大哥餐廳火鍋，老闆是有30多年經驗的牛肉供貨商，除普通或牛與肥牛，還有封門柳、肉眼邊等刁鑽部位的牛肉，牛肉軟很蓬。4. 美味廚，位於灣仔道165到171號樂基中心5樓，以特色湯底及新意食材馳名，有梳乎狸蟹黃番茄忌廉湯、冬蔭功 cappuccino 等 fusion 湯底，蒜薑皮蛋前菜口味一流。3. 靚煲王，招牌靚煲王扇貝浮在奶白豬骨湯上，豬骨湯底以豬軟骨和豬手骨同熬4小時而成，濃鮮甜，先喝湯，後食扇貝、選豬骨、散肥牛。2. 旺筍火鍋牛肉專門店，位於旺角蘭街，以足料牛骨鍋馳名，配手切肥牛、牛胸油等，生葉絲堪、炸魚片頭等前菜不錯。最後可來一碗牛骨濃湯稻庭烏冬配自家製潮式酸菜。1. 先入為主，特色店內是十足懷舊風，牆上有仿九龍皇帝曾灶財的書法塗鴉，仿佛置身街市吃火鍋。大廚推出濃郁雞煲花膠湯、鮮胡椒豬肚乾坤雞湯、沙參肉粥燉龍躉湯等招牌湯底，建議先品味頭湯，還會再奉上裝着原味濃郁湯底的暖壺用於打邊爐。食材方面，與大埔振興魚蛋公司合作推出魚蛋皮小籠包，一口咬下鮮肉鹹汁四射。店內生料每天下午由師傅親到街市選購各類生猛海產、鮮肉及時令菜蔬，保證新鮮。此外還有安格斯極品牛肉，花紋漂亮，入口即化，牛骨髓滿滿膠原蛋白，入味十足。地址：尖沙咀口福街8號88樓，人均消費200到400元。